好了，18页这边的话呢，你的范例4的话呢是1、2、3，这个应该是符合学测里面当中的题组类型，因为1、2、3应该是挂在一起的，所以你要尽量先回答前面。那基本策略就是不要去想说可以直接做第3题，应该比较不可能，应该是循序渐进循序渐进。所以这里面呢，我们一个个来写吧。10的 x 方，等一下 x 它这个东西是指数这是用 log 写，你不知道这个答案，所以你用 log 写。log 以10为底的2，这个东西是常用对数，叫 log 2。它这也一样这个叫做 log 以10为底的2的14方，这常用对数10可以不写，抽出来叫做10倍的 log 2。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难度。那这两个会有关联的话呢？等一下要用到上面的吧，我猜要不然不会跟我讲这一题。它现在有一条 L 线，不知道是谁，水平线与 Y 轴跟这三条直线，一条直线2条曲线交于 ABC 问题 ，AB 距离除以 AC 距离，什么都没有。那唯一知道的东西就是你的 Y 坐标都长一样，所以我令了这个是我令你的这一条 L 线叫做 Y 等于 KR， 好不好？直线所以写什么都可以啦，写什么都可以。所以你可以知道是 Y 等于 K， 那这个地方就叫做0K， 对吧？所以这样的话，你的 A 点坐标叫0K， 然后你的 B 点坐标就叫做 Y 会等于 K， 所以变成是用在前面那个10的 x 方会等于 K 所以你的 x 的话应该叫做 log 以10为底的 K， 这样应该可以再来是 C 点坐标 Y 坐标会等于 K， 然后变成2的 x 次方会等于 K， 这边是 log 以2为底的 K， 这样这个应该没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AB 去除以 AC， 所以 AB 距离是这一个，所以 AB 距离是它减它，所以所求的答案的话呢，会等于这个去减这一个叫做 log K， 我帮就这样，这是这个减这个叫做 log 以2为底的 K， 这样这个应该蛮难的。这两个这个是以10为底，这个不是以10为底。这样好了，我帮你换成以10，我要上面不会变，这边会变成是 log K log 2，这样都变10为底了，这样就全部变10为底了，有点逞强那我觉得写起来还行分数，然后上下同乘以 log 2，所以这边约掉了，这边又约掉了，所以答案就剩下 log 2，所以好像它是一个固定比值这是一个固定比值，就是 AB 跟 AC，不是固定比，因为它是2的 K 次方。再来，所以 AB 对上 AC 叫做 log 2。你现在要我做的地方是，如果现在我把这个换成 B 的 K 次方，现在变 PQ 而且呢 PQ 跟 Q 这边是1:2，换言之就是 AB 长跟 AC 长叫做1/3，倒过来算它是用这个概念来写，所以第3个小题的话，按照这样的话，它是 log 2，那代表说 AB 对上 AC， 因为现在变成是 PQ 对上 PR，PQ 对 PR，这1:2而已。那没有很复杂，这是 P， 这是 Q， 这是 R， 所以 PQ 对上 PR 加1/2。
那既然是1/2的话呢，1/2，所以我可以得到的地方是，还是要假设，有写了 y 等于8，那这样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会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所以我可以知道你的 P 点，这个等一下再写吧。那这个比较轻松啊，刚刚第二题比较难。所以让我假设的是 P 点坐标，P 点坐标叫做08，那你的 Q 点坐标是 y 等于8，那这边的话呢叫做 log8，对吧？这一个的话是 r，y 坐标知道，但是底数不知道，所以叫做 log b。这样以10为底嘛，但是你看以什么为底，就会选东西来写而已。那这样的话呢，所以我可以知道 PQ 长 ，PQ 比上 PR 就会等于 PQ 是这两个相减，叫做 log8，PR 是这两个相减，叫做 log 以 B 为底的8会等于2/4。这个写法应该不算很复杂啦，这写法不算很复杂，所以一样再做一次喽。再做一次的话，这边是 log8，这边是 log8去除以 log_b， 这样，然后会等于1/2，上下公乘以 log_b， 这个约掉，那做法都一样，所以 log_b 等于1/2，那是简单的，所以 b 的答案就会等于公式写法叫做10的2/4叫做根号10。那第二题到底有什么内容？因为我觉得这样没有第3题跟第2题没有什么太多的关联性，但是既然它是一个固定值它一定可以写，它一定是可以写得出来。所以呢，我大胆的猜测，如果这边都是以它为主，这个跟它的比值的话呢，应该是 log2，就是这个 log2。那你要写出这个 b 来的话呢，你的答案就变 log_b，log_b 就会是它的比值。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概念我说如果要按照它的逻辑的概念的话，这都长一样唯一有改的东西就是这个，你可以知道无所谓，反正是固定的，就这个。所以呢，这边按照刚刚这样写出来，这两个的比值就叫做 log2，log2就是这个的2。这两个的比值就是你的 PQ 对 PR 的比值叫1/2，所以代表说你的 log_b 就是1/2。如果你按照我刚刚这种写法，它是不是很快？就不用写那么长当然这个不容易想得出来因为你们每次遇到一个新的题组，光写出来就一定不是那么容易的，更何况你要跳脱出来，更不简单。所以，如果你看得懂，而且你就慢慢写而已不同底数就换同底数，这概念跟前面一样。唯一比较难的就是第一步骤这边你要慢慢把它的点先找出来，点找出来之后，再慢慢把它东西写出来，一样东西叠上来就可以写得出来。所以范例式的话应该算是题组的类型那类题的话呢，这个应该不算难因为它问的是 y 开头，那你这边我想办法让它有 y，想办法有 y 的话，就想办法把10弄掉，要把10弄掉，那我两边同时取 log， 而且以10为底，所以 log 以10为底的10的 y 次方就会等于 log 以10为底的1/3的 x 次方，这样就可以抽出去。这边就是 y 嘛，y 的话就 y 开头，那就是函数。这边的话呢，可以抽值加 x 倍的 log 10为10我就不写了，1/3。那这样写出来的话呢，这不就是一条 x y 的斜直线，这是它的斜率。那这是一条斜率，它是一条直线所以直线的话，那剩下应该是以猪跟一为准。
所以目前的话呢，那是斜率的话，目前的话应该是主跟一，你只要判断说斜率是正跟负就好。所以我可以知道 log 1/3，log 1/3的话呢，会比 log 1小，对吧？这个是递增的哦。log 1的答案是0，所以呢这个东西小于0，所以我可以知道它这样的话呢是一条，这是一条那个斜率小于0的斜直线。那这样的话，答案就会选的是第5个。在概念上应该不困，就不算困难的了哈，就看你要什么我就变什么给你。哦，这个跟概念上就跟左边写法一样，但你后面可以写的更超脱一点。那当然你必须观察。哦，在还没有观察之前，你就慢慢做吧。做到有问题我们再来处理。大致上是这样。